聖經詩篇嘅18篇嘅第3節，我要求告當讚美的耶和華，這樣我必從仇敵手中被救出來。呢度係詩人同神之間嘅關係。呢一句嘅聖經講俾我哋聽，同神之間一個好重要嘅關係。要知道我哋嘅神係應當被讚美嘅，無論喺任何環境當中，順境逆境，好處壞處，健康患難等等，我哋都要讚美我哋嘅主。但係要曉得呢度話，詩人話佢求告應該被讚美嘅耶和華，向神嚟到求告，佢可以有一位神嚟到去幫助佢，佢可以求告佢，佢深深嘅相信呢一位神，當佢向佢求告嘅時候，讚美佢嘅時候，佢知道神就會救佢脫離仇敵。求主幫助我哋信靠耶穌。我係鄧英善牧師。